陪王玉德行路。陈正荣。自1949年7月初4迄天下晡，你离开台湾到今60外冬过去啊，你的人一直无搁再倒转来。遐尼久的时间，故乡的景色已经有真侪无同，你的心情应该嘛有袂少的改变。今仔日我想要陪你行一段你当初时行过的路，听你讲这几冬来人生的起落。头一站，我来到现址时，叫做民权路2段。当初时，你伫遮出世，大汉的所在。1924年正月，也就是日本时期的大正13年过年后，你伫迄时阵的台南市本町二丁目65番地，一间专门经产海陆物产罐头，南台湾上出名，或者金义兴的商行出世。原本这是一栋12米面阔、15米经深、2层楼悬、200外平店面兼徛家的大厝身。即马已经成做一家一家细细间仔，规排亲像番仔花客仔的范厝。